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60篇和西雅书第13章第1到第16节，歌罗西书第4章第2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最后劝勉。歌罗西书第4章第2到第6节，记载了保罗给歌罗西教会基督徒的最后劝勉。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further instruction， 意思就是说再进一步的、更进深的说明或是指引。那我们看到新台语汉字的翻译是最后的劝勉，因为歌罗西书第4章所记载是保罗在狱中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书信，那第4章的确是最后的话语了。但是这个所谓的最后的劝勉，并不是在讲基督信仰的角度，而是保罗本身的角度来看。基督信仰的劝勉世世代代都不会停息，因为上帝要我们全世人都要全部得救，因为他不愿意有人沉沦。就如同历代的先知一样，代代有人出来成为上帝的仆人、代言人，提醒基督徒要努力的亲近上帝。保罗说：“你们祷告要恒切，且要警醒，对上帝心存感谢的心。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上帝赐给我们传布信息的好机会，得以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现在就是为了这工作坐牢的，请为我祷告，使我能尽责任把这奥秘阐明出来。你们跟非信徒来往要有智慧，要把握机会，讲话要温和风趣，好像用盐调和，要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。”保罗劝勉歌罗西教会的基督徒必要在祷告中学习恒切的祷告，并且要在祷告中警醒，要对上帝心存感谢。不但如此，要懂得为圣徒祷告，要让上帝的仆人更有能力继续的传扬主救恩的福音。要有智慧，要温和，风趣，成为人际关系的调和者，如同耶稣基督成为人与上帝的中保者。这是基督徒所要学习的特质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歌罗西教会的基督徒欠缺了这样的特质，就是上帝的特质。以色列人总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把先知之言当成逆耳之风。何西亚先知多次提醒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却是不太愿意听从先知的预言与提醒，因此先知也给了以色列进一步的提醒，他提到了以色列将会遇到最后的审判。因此先知也给了以色列进一步的提醒，他提到了所遇到的最后审判。那这是因为他们背离上帝，
不但如此，连人也都不敬重他们了。何西阿书说，从前以法莲支族一说话，其他支族都害怕。他们敬重以法莲，可是以法莲拜巴力，犯了罪，一定要灭亡。他们继续犯罪，凭自己的想象和技巧，用银子铸成偶像，然后说，向他们献祭吧。他们居然跟牛像亲嘴，所以这些人都要像晨雾朝露，太阳一出来就消失。他们要像河场上的麦秸，像烟囱冒出的烟，风一吹就消散。当一个受呼召蒙拣选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，过于自义，不愿意去听从上帝的指示，不愿意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失去上帝的保守，而自己需要去面对所遇见的苦难，我们说最后的审判。以色列人一向如此。圣经有说，可是你们一进入这肥沃的土地，就因丰衣足食而自满自傲，你们竟然把我忘记了。许多人都是如此，在顺境的当中，以为自己的能力很够，就不愿意谦卑，不愿意感恩，不愿意赞美敬拜上帝。即便他们非常清楚，过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让他们从被统治的情况下解脱出来，但是他们在顺境当中却是忘了主的恩典。圣经说，上主说，我是上主，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，除了我，你们没有上帝，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。在干旱的旷野，我亲自看顾你们。在礼拜天的信息当中，牧师有提到过去传福音的经验。许多在美国早期的留学、就业、退休的台湾移民前辈，他们就是非常看重这个部分。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足够，因此他们才有美好的生命，因为他们有高学历，因此有好的职业，也有丰厚的退休金。他们认为自己是比别人、比所有人更有福气，所以他不需要福音，他根本就是看不起的。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，也过得很好。但是很多次看到他们的家里面呢，一旦发生了变故，或是他们的身体突然间出了问题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的态度却又完全的不一样了。人生会不会有最后的提醒？是的，一定会的。人的生命是有限，即使在前面的人生都非常的美好、顺遂、丰饶，但是就如同所罗门王的传道书所说的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除有时，杀害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泣有时，欢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舞蹈有时，同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，寻找有时，遗失有时，
保存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缄默有时，言谈有时，爱有时，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也有时。万事都有它的时间，最后的终点总是会到。人们最终仍需要面对人生的终局，需要面对一生生命的结果。更进一步的劝勉，是为了要避免人们在终末的时候后悔来不及。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有好的终局，得蒙上帝的赐福。诗篇60篇，上帝啊，你抛弃了我们，击败了我们，你曾向我们发怒，现在求你复兴我们。你曾使地震动裂开，现在求你补救，因为它破碎了。你使你的子民遭遇许多患难，你使我们跌倒，好像喝了烈酒。你为敬畏你的人树立旗帜，让他们免受毁灭。求你抚允我们，用你的大能救援我们，使你所爱的子民获救。上帝从他的圣所发言，我要战胜，要分裂世界，我要把苏哥谷分给我的子民。基列属于我，马拿西也属于我，以法莲是我的头盔，犹大是我的权杖。我要用摩押做洗脚盆，向以东抛鞋。我要向非利士人唱凯歌。谁能带我进这个巩固的城？谁能领我的到以东？上帝啊，你真的抛弃了我们吗？你不和我们的军队一起征战吗？求你帮助我们对抗敌人。人的帮助毫无用处，上帝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必胜。他一定会打败我们的仇敌。感谢上帝赏赐我们救恩，呼召我们成为福音的仆人，常常提醒勉励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时常看自己过重，不愿意谦卑降服。感谢上帝时刻提醒劝勉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